政府、僱主、僱員咧，同埋業界嘅團體咧，一定要更加努力咧，係將工傷意外咧減到最低，真真正正做到開開心心上班去，平平安安回家來。業界可以透過建造業安全獎勵計劃，得到清晰嘅安全指引，去妥善管理工地，提供安全同埋健康嘅工作環境，令我哋建造業嘅工傷意外可以進一步減少。希望各界給予更多支持，提升工地嘅安全水平。本地盤致力創造一個健康、安全同埋環保嘅工作環境。金門建築管理高層亦都承諾實踐安全至上嘅政策，從而做到零意外、零傷亡嘅目標。我哋透過每一個人嘅積極參與，身體力行，去化解一切嘅問題同埋危害，確保每一個人嘅安全同埋健康。我後邊呢個係一個實習訓練場，我哋要求所有工友都嚟呢度實習，目的係將嗰個安全訓練由課室裏面噴到課室外邊，從而加深佢哋嘅記憶。高空工作零意外 OK， 高空工作零意外 OK， 高空工作零意外 OK。呢個唔係叫做差妹，呢個叫做指差呼稱，日文叫做 KYT。K 係代表危害 ，Y 代表預測，而 T 代表訓練。全名就叫做危害預測訓練。佢嘅目的係加強員工嘅警覺性，從而減低受傷嘅機會，加強我哋嘅安全文化。從失戀得到心動跌宕很大件事，人間有數以百萬歷史應該要知，捐出了伴侶可當。地盤工作跟足安全指引，貫徹執行，全靠上下一心。